你以為退休之後日日見到仔女先叫做一家人，也錯。你以為冇生婆打3個電話問候就叫做關心，洗咗難。你以為一家人要住得近、氣得多、清得密先叫親？我今日話你聽，錯到離晒譜。我見過太多老人家就誓死藉呢個愛字上面，死無死得人。有個80歲嘅婆婆住直深水埗嘅公屋，個仔一家人住直屯門。婆婆每日朝早6點半起身，第一件事攞部電話出嚟遞 WhatsApp。個仔有師傅，個新抱有冇 send 相俾個孫？個女籍加拿大有冇打過嚟？話字一個炮都冇。婆婆坐斥張就藤椅度，望住部電話成潮，望到個屏幕都黑咗。佢審西咪我做錯咗低滅，西咪取電胡要我，西咪我一個人直呢，到死咗都冇人知。呢種痛比癌症仲要痛，因為呢種痛係自己攞嚟嘅。我話你聽，人到晚年最沙嘅一件事就係將自己嘅快力交俾仔女去審批。你等佢返嚟，佢唔返；你等佢覆你，佢已讀不回；你等佢代孫仔嚟見你，佢話今個月太忙，然後你就開始擔心，開始受傷。開始直屋企一個人行，老友聽清楚，呢一低通通唔關仔女事，呢一低全部係你自己嘅問題。你將自己活成一個等人試試愛嘅戲兒，你越等你越餓，你越餓你越等，到最後你連自己有幾勁都冇計得。我最憎就係呢種老人，唔係細我狠心，細我心痛。蔡瀾講過一句好精確話。一家人最好蓋狀態細，各自精彩。你聽清楚，各自精彩。無世日日圍埋一錘嘆氣，無世每餐飯都盯住個仔食咗幾啖飯，無世你退休之後將全部精神攞去間食理計仔女申報女婿孫仔。真正嘅親情係一種距離感。距離感先係一家人感情最好嘅秘密。呢句嘢我要你抄低，因為呢句亦可能救咗你晚年20幾年啟明。好，讓我講返一個真人真事。有個朋友嘅媽媽姓陳，68歲，退休3年。退休之後，佢做咗一件事，每日打3次電話俾個女。朝早問食走早餐未，中午問返到公司未，夜晚問幾點放工，有時中衛突然打去問你頭先個電話點解冇覆我？隻個女初初都好耐煩地應酬，但細3個月之後，個女直公司廁所倒喊。半年之後，個女話：媽咪，你俾少低壓力，我好冇好。1年之後，個女搬咗去香港島住，返一次沙田都嫌遠。到第2年，個女結婚，索性搬咗去英國。陳馬姨每次同人講起，都話我個女冇孝順，我養大佢而家咁對我。但是我知女情，呢個世界最荒謬嘅地方就係做媽咪嘅以為打多幾個電話示愛，其實細綁架。你打個電話俾個女婿，想證明我仲有用，你要祈福，你細想確認我仲重要。你檢查處幾點放工，細想控制我仲細阿嫲。但係即個女嘅角度，你細一條，每日拉住砌條，頸個繩。呢條繩呢，你自己覺得細住嘅細愛，但細食對方個角度細仔式。我話你聽，真正嘅親情，無說要對方時時刻刻審住你。真正嘅親情是大家都可以安心咁做自己，而冇怕失去對方。你今日冇打電話俾個仔娶，都知你愛娶；娶今日冇覆你 WhatsApp， 娶都知你細娶。阿嫲呢，總安心咁先叫屋企人。如果你要每日確認
每日追問，每日檢查。老友講句真心話，講樣其事無世愛，講樣世恐懼。你怕俾人遺忘，你怕自己變成一個廢物，你怕仔女大個咗就無要你。呢種恐懼我明白，但使恐懼無謂俾你更多愛，恐懼只為將成反過低，愛都消晒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心口有少少問，無好急住走，近個訂閱。因為呢個頻道無事教你點樣做一個完美佢父母，細陪你學事點樣做一個完整佢自己。引導我哋呢個年紀最緊要，唔細仔女計得你，而細你計得自己細邊㗎。再講一個故事，有個伯伯姓黃，72歲，老婆過身作5年，個仔籍加拿大溫哥華，個女籍澳洲悉尼。黃伯退休之後做咗一個決定，賣咗中港契樓，攞咗400幾萬，飛去溫哥華同個仔新抱2個孫仔一齊住。初大家都好開心，食晚飯有人陪，孫仔跳嚟跳去叫爺爺，新抱有時餵煮低廣東湯。但係1個月之後問題開始出，黃伯戚慣籌早6點起身，個新抱中意瞓到10點，黃伯籌早搞嚟搞去計生響，令到新抱瞓冇到。黃伯中意食豬雜，善於腐乳，個新抱話呢啲嘢好，臭毛俾持住。黃伯遞 TVB 契粵語新聞，孫仔要遞卡通隔離房，契個仔要開電話位議。屋企成日爭電視、爭 WiFi、爭空間。3個月之後，個仔同新抱直房入邊外交，講到你阿爸幾時走。黃伯坐即客廳將梳化廳倒得一清二楚，隔晚啟審座成晚。第2日朝早，啟冇同任何人講聲，自己搭車去咗機場，飛返香港。飛機上面，啟喊到眼淚流晒，落個 boarding pass。返到香港，除冇樓、冇屋、冇根，要重新租一個廳房住。大細除返到香港嘅第一件事，去茶餐廳飲一杯絲襪奶茶，食一件菠蘿油。食家陣佢食個位度笑咗，佢話：原來我一個人先至最舒服，原來我唔需要同任何人住，都可以攝一家人。原來距離先是最深嘅愛。呢個故事我每次諗起都好觸動，因為好多老人家都以為同仔女住埋一齊就叫齊齊整整，其實無識。同一屋檐下，如果每日都要收埋自己嘅習慣、口味、脾氣、興趣、情俗，咁邊有屋企咁住？咁仔細一個，大家都好辛苦嘅建倉。我話你聽，人老咗最緊要是有自己嘅空間。呢個空間可以咪一間細細嘅劏房，可以咪公屋嘅一個圍，可以咪老人院嘅一張牆。只要細你自己嘅空間，你就可以做自己。做自己嘅意思就是想幾點粉就幾點粉，想食腐乳就食腐乳，想遞 TVB 就遞 TVB， 想無換衫瞓一日都冇人管你。呢種自由比同仔女一齊食飯珍貴100倍，因為食飯細一餐嘅事，自由細一世嘅事。蔡瀾成日講一個字，疏。疏就是疏離，疏就是無要白得太埋，疏就是無要每日交座，一家人要疏低先為親，就好似樹木一樣，種得太密為增陽光，最後大家都長胡高，種得疏低，每棵樹都可以生得勁，生得健康，家人都細一樣。你俾個仔女多大空間，佢哋反而懷念返你；你俾個新抱多大自由，佢反而為敬你；你俾自己多大距離，你反而為活得長命低。
呢個道理好簡單，但世太多老人家做唔到，因為隨掂恐懼，因為隨掂無捨得，因為隨地絕得，我無識住無，我自迷為消失。老友聽清楚，你越斥住，隨越走；你越放手，隨越返嚟。再講一個，有個婆婆姓李，70歲，個女籍美國三藩市做工程師。婆婆本嚟每日識講通話2次，一次朝早，一次夜晚。有一日，個女籍 Zoom 到，好了緊講：媽，我今日開3個 meeting， 你可以唔好朝朝 call 我。李婆婆掛咗線之後，喊咗成日，覺得自己俾個女嫌棄，覺得自己好多餘，覺得自己嘅生命好似冇乜意義。呢種感覺好多老人家都有，但是李婆婆做咗一件我好佩服嘅事，佢冇再打電話俾個女，佢反而報咗一個社區中心嘅畫畫班。初只細打發時間，後嚟發覺自己畫得幾好。半年後，隨食灣仔一個小型展覽展出咗自己嘅作品。個女籍美國遞島商第一次主動打電話返嚟，一講就講咗2個鐘。個女話：媽，我從來冇見過你咁精神。李婆婆而家74歲，畫咗500張畫，種植深水埗。依間咖啡店做過個人展。個女每年返香港2次，每次都拖住李婆婆去食飯、行街、飲茶。李婆婆話：我以前以為我越依賴個女，我哋越親。原來我越有自己嘅世界，我哋反而越親。原來我唔再需要佢，佢先開始需要我。呢個先叫親，呢個先叫智慧。我話你聽，退休之後嘅頭3年，第一廠考試，呢場考試唔使考你有幾多錢，唔使考你身體有幾好，細考你有冇能力自己一個人都活得精彩。如果你考得掂，你未來20年就上天堂；如果你考唔掂，你未來20年就上地獄。天堂同地獄嘅分別就細一個字，疏。同仔女疏低，同過去嘅身份疏低，同我是阿爸，我是阿媽呢，低直連疏低。疏咗你就自由，自由咗你就快樂，快樂咗仔女先真正想返嚟見你。因為冇人想起個成日苦口苦面、成日抱怨、成日追問嘅老人家，但世人都想起得個活得精彩、講嘢有智慧、小氣離好燦爛佢老人家。如果你聽到呢一段解得有低嘢刺中你，請你直留言，屈打一句：我要學士做一個唔識仔女嘅老人家。呢句嘢打出嚟，試打俾你自己聽。好，讓我講一低比較刺人嘅嘢。好多老人家有一種病，叫做我為你付出咗更多病，我養大你，我供你讀書，我幫你湊仔，我俾首期你買樓，所以你應該日日返嚟見我，星期日一定要返嚟食飯，出年過年一定要陪我。我打電話你一定要即刻覆。老友聽清楚，呢啲全部是綁架。你養大佢細，你嘅責任，取報答你，細除其選擇。如果你講我養大你變成，所以你要點嘅籌碼，你就變成一個高利貸。冇人想限高利貸期錢，冇人想同高利貸做家人，所以你越攞呢，張單出嚟講隨啲走得越遠。我見過太多老人家一世人辛苦養大計嘅仔女，最後個個都冇敢返嚟。點解？因為每次返嚟都要俾隨地講一次，當年我點，呢個無勢食飯，呢個勢受罪。你自己想下，如果你返阿媽屋企食飯，
成餐飯都俾人啜落，你下次仲想反嗎？蔡瀾講過另外一句：養兒防老逝，人類最錯嘅一個想法。養兒係為咗延續生命，養兒係為咗學時愛，養兒係為咗經歷做父母嘅體驗。養兒冇係為咗防老，防老要靠自己，金錢自己坐，身體自己顧，生活自己安排，朋友自己問，興趣自己培養，心情自己調節，死自己面對。你自己搞掂晒呢，低到仔女先會愛你，因為你唔使佢負擔，你使佢榜樣。一個活得好嘅老人家，係全世界最勁嘅風景；一個活得慘嘅老人家，係全世界最重嘅擔子。我話你聽，我最中意去嘅一個地方，係中環嘅一間茶樓。朝早9點半，樓下坐滿晒老人家，有得一個人遞報紙、飲普洱、食叉燒包，有得2-3個朋友傾政治、鬧特首，笑得好大聲，有得一家人仔女新抱孫仔企企整整，但是老人家反而是最沉默一個。你估邊個最開心？我話你聽，細及低個人急個，因為除冇壓力，冇人管除飲幾杯茶，冇人話除食太多肉，冇人夠除細聲低，冇人食到玩電話當廚透明。佢自己一個自由自在，飲茶飲到自己開心為止，反而急第一家大細契老人家，你細心低除契眼神細優越契，齊想食契亦得食，齊想講契亦得人聽。齊好似坐蟄屋企張飯台一樣，細一個裝飾，唔細一個人。呢個場景我遞咗20年，每次遞我都好感慨。呢個世界最大嘅諷刺就係，以為其人先幸福，其實其人先孤獨。真正嘅幸福，係一個人都可以笑得更開心。再講一對老夫婦，姓周嘅老先生同太太75歲，佢哋做咗一個香港好少見嘅決定，搬離仔女，搬去大澳住。朋友話取地殺，親戚話取地不孝，冇留返俾個仔照顧。但西周先生同太太做返自己，朝早6點起身散步第日出，9點食早餐，洗一碗自己煮契汁，下午打理個小小契花園，夜晚8點瞓絕，一個星期打一次電話俾個仔清5分鐘，個仔一年上嚟2次，每次住2晚，聽落好似好疏，但係細我上過去探取地，我喺度契時，我喺度2個70幾歲嘅人手牽手行去街市，我喺度契笑，笑得好燦爛，我喺度契時煮飯有默契，一個切菜，一個煎魚。我見到佢哋夜晚坐職門口望星，一齊講細個契時。我見到真正嘅愛情，真正嘅親情，真正嘅退休。周太同我講，以前住直市區同個仔一契吉真，我同老公一日講冇到10句話，而家我哋每日講3個鐘。原來我哋冇蝕腦，我哋只是太耐冇時間做返自己。我聽到呢一句眼死事，我話你聽，退休之後最緊要細時做4件事。第一件，放低仔女，放低對仔女嘅要求，放低對仔女嘅依賴，放低對仔女嘅期望。第二件，攞返自己，攞返你嗰個結婚之前嘅自己，攞返你嗰個有夢想嘅自己，攞返你嗰個鍾意畫畫、鍾意跳舞、鍾意寫毛筆、鍾意成山嘅自己。第三件，養新朋友、老朋友，一個一個走逝，人生係悲哀。但細老人家重視養新朋友，先細人生係智慧。去社區中心，去圖書館，
去公園、去義工組，養一班能同你笑、同你食飯、同你講心事嘅新朋友。第四件，同死亡做朋友，呢一件最難，但係最重要。你唔怕死，你就唔怕活。你接受死亡，你就去珍惜每一日。你唔再避開呢個話題，你就唔會俾除下死。你試件事做期，你就係一個高質量嘅老人家。而一個高質量嘅老人家，仔女會主動想見你，因為你有魅力，因為你有故事，因為你有智慧，因為你活得比佢哋仲精彩。我話你聽，我唔使叫你無理仔女，我唔使叫你當佢哋透明，我唔使叫你冇親情，我係叫你拜返個位。你溪為西你自己，仔女溪為西除地自己。你行反你溪路，取行反取溪路。有時路口交錯，大家笑笑舌，餐飯飲杯茶，然後又各自走。呢個先叫一家人。一家人互世綁埋一齊走，一家人會大家都有自己溪路。但係是深度知道，有事嘅時候，另一個一定識到。呢種安全感先係最深區外。我最後同你講一個故事，係關於我一個85歲嘅朋友，佢姓何，有6個仔女散落直加拿大、英國、澳洲、上海、深圳、香港。佢冇同任何一個仔女住埋，佢一個人住直北腳一堅勢單位。朝早去公園打太極，中午去街市買一日期餸，下晝遞書遞小事就事，晚上煲一個湯，一個人食。星期六去茶樓飲茶，是咗一班同齡朋友。星期日去禮拜無細為咗宗教，細為咗聽人講故事。佢話：我無謂期望我低仔女幾時嚟，佢哋想嚟就嚟，唔想嚟就打個電話，甚至唔打都得。我嘅人生已經完整咗。佢哋來是加分，佢哋無來無謂扣分。呢句嘢我計到而家。上個月佢話俾我電，我上個星期6個仔女食 Zoom 出面同我食飯，因為佢哋覺得阿爸活得咁好，唔想錯過。呢個先教親情，呢個先教智慧，呢個先教距離感慨魔法。老友聽我最後一句：人老咗最緊要無勢，有幾啲個仔女圍住你，最緊要係你自己一個人都可以活得招機，活得體面，活得有尊嚴。你冇出佢，佢先為念你；你冇犯佢，佢先為愛你；你冇求佢，佢先為主動嚟。呢個世界嘅愛就世間矛盾，你越想揸緊，越羅無道；你越放手，反而握直手心。有一日你坐喺茶餐廳，面前一杯絲滑奶茶，一件菠蘿油，一份明報，你唔需要等任何人，你唔需要睇任何人面色，你唔需要為任何人委屈自己。你抬頭望出窗外，天色好勁，維港有船經過，你為發覺原來一個人先係最豐富契一家人，原來距離感先係最溫暖契親情，原來無依賴先至最親近。留言話我知，如果由今日開始你要學時放低對仔女嘅一種期望，你最想放低嘅係邊一種？細除一定要打電話俾我，細期一定要返嚟食飯，細除一定要問我意見，定細期一定要計得我養大期。打俾我哋，打呢一句細打俾你自己聽，因為由你打呢一句契角一刻起，你就開始真正做返一個自由契人。而一個自由嘅老人家先係全世界最有福氣嘅老人家。